我来看屏东内埔一间家庭式养殖工厂，每张也是在量产200大个式养殖。附近人流量人用生物科技缩短养殖时间，品质还係個穩定。為做到好多科學化嘅養蚕飼方式，還個理論基礎，流量人12年前58歲嘅，還去報考屏科大食品科學研究所，順勢拿到學位過後，伊喺7家工廠度做實驗來量產使用。選址，每因為對養殖嘅理論同實務魯莽嘅有研究，而係本人搶去美國科大講課，佢後來認識一個具有學習精神嘅養殖專家。要幹嘛我按呢哦？它紫外線哈一擋住，它才會自動啦，它才會走啦。上一批叫學界水果子已經是在掌管的，他學界工作室地板雪皮當時，該有界農業就像一個大型工廠界實習班。這個家庭式嘅竹子工廠係流量一個芯片，大概也是在做出200大個子，這樣看唔到傳統嘅太陽光，只有一個不鏽鋼筒。因為流量研究室完全冇照老式嘅方法，係用生物科技嘅方式。你像你個簡單的，你像你接去哦，它幾多嘅8個萬你像你屯那個製造呢，屯那個做呢，只要人家像你去接到好啊哈，很純很好哈，你不用落去，人家全部哈不要有污染啦，去沖3個股了一路出來哦，一禮拜會出來哦。呢間實驗室就為流量人變技術嘅素材，因為佢透過特殊方式同好嘅刺穿權留落來，所以頭尾單槍2個半夜就是得叫好。因為土法煉鋼一路用靠經驗，吼自然的發酵，乜菌咧落下來，乜個菌下來，一菌咧囤營供養咧生物啊，它最適當的溫度啊，吼。我伢都會洗眼用我囤做先咯，喺天氣改好，一路用啊改好，天氣冇咩會出風咧，米咧挑出來，去分離出來看啊，哦，嗰度種菌咧，啊伢都底下也會產生咧，甲也落去無菌操作室啊，嘅擴大皮啊，就伢都同講做5個用嘅，400師傅，哦，甲伢都400師傅來，400工人啊。伊咧師傅叫佢工小工啊，喺咪做個毛，所以我也有溫控。所以用生物科技，流量研究室時間縮短，也是在量產。它最適當的溫度，比如係25度到28度，伊25度不寒人，唔那擺我有電熱加熱，會到25度，伊迄發酵嘢會發熱呢。你冷卻水會緊流，流啊一路保持啊，也不算愛吃個夾出來。流量人已經70歲了，對用科學嘅方式來救治當續航，因為其他12年前，58歲嘅個人考入屏科大食品科學研究所，專門研究刺穿權。不過佢當時為60歲，讀書期間還發生一道小考。哎呀，唔係得打天咯，佢想講。一台天咯伴劉媽媽咧，我睇緊嘢係劉媽媽，高中見啊嘛係劉媽媽，我坐喺個櫃裏面喺度打啊又唔掂咧，不見了，去幫他找回來，原來復原就是找回來，我以前不知道啊，我也沒有從基礎去學啊，如安尼天然向我讀啊，如果有興趣，過學高權的啦。以是興趣同熱心。流量人順利拿到碩士學位，不過大家好奇嘅係，按道說咧，完全係為到上局勢來讀書。流量人講，佢先認為此係康健食品，不過仲係知道冇理論依據，所以直接去考研究所。它是鹼性的食品啊，雖然你上個道理啊，你食落去，伊可以解離為醋酸根離子跟氫離子，味夠舒服啊。當時我欣賞味唔好。
20年来，刘良英透过卡局势，因为品质问题，和亲戚朋友一撒传一撒，希望其同时分享出来嘅人越来越多，所以刘良英将同萝卜改做工厂。细汉末也当认同阿妹嘅观念，就算嫁出去咧，但有限还係會再來聽笑。我嘛喺睇學習啦，因為愛學啲觀光嘅嘛，啲食品嘅知識同啲技術啊冇阿好，所有嘅東西嘛係從頭來學過呢，睇到嘛有談到我媽媽介紹啲吃嘅好處啊，咱係嘛想講可以做安尼讓人吃了健康的食品。所以嘛，我想要食安尼，吃的铁路安尼来做安尼。爱什么生意呢？哈，伊个抢来啦，个性啦，很仔细，个仔细啊，伊个有生涯规划策划，伊个有安尼，啊，伊个交际规个路人，爱是个无安慰哦。如果是新的话，有油脂啊，我们必须经过一些稀硫酸的浸渍，或者是洗衣，就是那个重肉三甲那些洗了，再用蒸馏水洗了，然后洗3遍，然后给它。因为刘良英对局势嘅事务同理論有相當嘅研究，5年前還接受美國科技大學嘅邀請，去生物科技內教課。每一個人都有一台顯微鏡啊。酵母菌呢，可以將有糖分的果汁或者是澱粉，經過糖化的澱粉轉換為酒精。那酒精以後，我們還要找一個醋酸菌。醋酸菌的篩選也是從，就是很熟的那個水果裡面來分離。但是它在这个发酵这方面呢，有非常深的经验。所谓发酵，比如说像酱油啦、酒的发酵啦，或是红酒的发酵，它有特别良好的经验。那你知道美和科技大学是属于技专院校嘛，非常重视这个技术。那我就借重了刘董事长他的热忱，最主要他有热忱，还有他这个教学经验，还有实务经验，所以聘请我们刘良英老师来当我们的兼任老师这样。啊，伊人同来互动的话，还可以咧唔肯做呢。啊，你今听来讲，啊，你唔要工厂的好冇？你过尾安尼强啊会做，啊无你有时候你一个实验做下来吼，你使扣那时间，你就要30分钟以上，一节课冇呀，因为留下来听实扣呢，嗰感通啊，有嗰多安尼學生嘅。因為考局時，劉良英就喺呢行業微生物嘅世界，通研究所學習理論基礎，也教學生做先生，持續世界一課和安全讀博士，繼續研究社群。